我真係10年前就喺呢度做呢個屠宰呢個鴨鵝啦，因為政府又中央屠宰啦，佢話即係話有禽流感，就希望係集中屠宰，就咪選咗址就喺西區呢度做呢個鵝鴨屠宰場啦。嗰時資幾錢啊？嗰個投資係200幾萬。2樓呢一層就係當時嘅中央屠宰場，但係前後只係運作咗4年。郭時興話：最大嘅問題係香港成本貴，劏一隻雞或者鴨比內地貴10倍。有前車可鑑，喺西區屠宰場睇到㗎啦。籌呢我都雄心勃勃，有興趣OK， 我去投資，我去做，但係事與願違。業界估計喺香港實行中央屠宰，每日要劏4萬隻雞以上，先至能夠維持運作成本。香港本來可以劏到呢個數㗎，可以勉強維持運作，但係實施日日清之後，只有半數雞販復業，市場供應跌到2萬隻。到9月底，最多只係剩翻2成幾未交牌嘅雞販會賣雞。咁樣嚟推算，每日劏到1萬隻，根本維持唔到中央屠宰。政府就係可能就用呢咁嘅藉口，向呢啲活雞嘅雞販，即係藉口就話打壓佢哋去做中央屠宰啦。我哋要你唔交牌，我哋中央屠宰㗎啦。係咪實行中央屠宰？另一個重要因素係未來仲有幾多本地雞農繼續堅持落去。郭銘祥嘅農場聲稱養嘅係高質素健康雞，實行日日清之後出唔切雞，對農場運作亦都有影響。而家我哋每日咧就出大概1000零雞到，咁變咗我呢啲雞咧就要4、5日先可以清得到。咁有陣時個時間比較逼咧，我哋變咗冇時間俾個屋空，就要即刻搬第啲雞落去啦。咁變咗咧就冇乜機會咧能夠俾我哋能夠清潔消毒。同雞販相似，政府又提出一套賠償方案，容許本地雞農交還牌照，同樣喺9月底屆滿。郭銘祥預計大部分本地雞農都會交牌結業，到時更難實施中央屠宰，但係對佢哋呢啲貴價本地雞反而有利。呢幾年咧都察覺到咧，大陸供應嘅食物咧係好有問題。咁而我哋香港本身生產嘅食物，因為有政府嘅監管好咁所以能夠令到出嚟嘅產品係有一定嘅保證。郭銘祥要揾出路，走嘅係高檔次嘅健康路線。由養雞賣雞，生意拓展到而家仲煮埋雞。餐廳啱啱開張咗2個月，生意只係一般。郭銘祥話：佢個目的並唔係搶食肆生意，而係想令更多中產一族認識佢嘅產品，多啲人去街市買佢嘅雞嚟食。中環咧，因為呢度交通比較方便，比較集中咁咧就會比較容易知道我哋有呢個咁嘅食品嘅供應咁樣之後咧，我希望能夠咧就發展到一個連鎖式嘅，咁就係每個地方都會有一點一隻加味，冇要求122。市面嘅雞販越嚟越少，郭銘祥嘅公司仲經營埋直銷。電話訂貨亦都成為郭銘祥賣雞嘅渠道。我哋當然都係一句説話叫見招拆招，OK。咁當然政府要出咩招數，我哋睇點樣去應付咯。做呢個直銷或者一條龍服務咁亦都係一樣係能夠希望協助到呢個行內嘅人能夠生存。政府最終係咪實施中央屠宰？實行嘅細節又係點嘅呢？都要等9月底。睇下有幾多雞販雞農願意交牌，又有幾多願意留低，先至再研究啦。睇嚟我哋之後要食活雞都唔係咁容易，因為節目調動關係，新聞透視下星期會改喺星期6晚12點05分播出，大家留意啦。再見。跟住嚟嘅係東張西望。